雙胞胎咧並唔係唯一嘅受害者。喺1979年，美國開始咗明尼蘇達雙胞胎研究，有分別100對嘅雙胞胎被分開養大。詭異嘅係，科學家會喺暗中窺視當中嘅數據，當中咧發現有啲兄弟從未見過面，但娶咗一樣叫林特嘅老婆，連狗咧都係叫玩具，抽煙咧同埋度假嘅地點選擇都係一模一樣。研究指咧基因影響行為咧係超過50%。哥倫比亞有一宗稱為波哥大雙胞胎嘅事件。1988年，當地嘅醫院咧發生咗一場失誤，調換咗2對嘅雙胞胎。一個同卵雙胞胎嘅兄弟喺貧窮嘅屠夫屋企嘅長大，而另一個咧成為咗城市嘅富家子弟。當佢哋2個26歲咧被揭發真相嘅時候，研究人員咧發現佢哋2個人都中意跳舞，而且性格係非常之外向。但係發現咧，身喺貧窮家庭嘅性格會比較堅強，而另一個咧較為會金錢主義少少嘅。但呢個意外究竟係命運嘅玩笑呢，定係科學家嘅黑暗遊戲呢？